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涵，欢迎再次收看《厨娘香 Q 秀》。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呢是卢俊斌卢老师哦。那今天他要带来这2道料理呢是客家料理。好，那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尤其是在海外的华人呢，都会对这个客家料理呢情有独钟哦。像我自己就是很喜欢客家料理的。我们赶快请这个卢老师跟观众朋友呢 say hello。卢老师，欢迎你。观众朋友，大家好，你们好。那今天呢，我看到这个比较特殊，就是黑漆猫这一团，可能在国外很多人都不知道。有所谓的乌骨鸡吧？对，这个是乌骨鸡的部分。就是鸡肉是黑的哦。我想老外可能吓昏了，怎么鸡肉变成黑色哦？是不是不新鲜了？被打得乌青的？其实不是哦，是我们在炖汤的时候，我们华人都总觉得，乌骨鸡跟它比较强壮，对不对？对，都会觉得很补营养，然后做炖汤的话，会觉得，这汤头的会比较鲜美。对哦，所以老师就说，等一下那个鸡汤炖出来不要都是白白的，好，因为今天我们有一些材料的颜色呢，就是比较土黄色，所以老师就特别选了这个黑色的这个因为是像我们家的这个高丽菜干，它是自己做的这个阿嬷做的这个高丽菜干。哦，那还有一些像特别的食材，像我们今天的这个干莲肉，对，这个干莲肉可能大家说像国外的好朋友比较少会去运用到这个干莲肉，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但是在台湾呢，相信大部分的人都知道什么叫干莲肉哦，尤其在路边摊，哇，那个小吃，对，小吃里面一定有干莲肉。干莲肉，对。好，我们赶快来看今天的这个乌骨鸡。这个乌骨鸡的部分，我们等一下是要用这个高丽菜干来做这个炖汤，所以我们会先这个鸡的部分会先把它放下去滚水这边汆烫。好，那我们这个在鸡肉这个汆烫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呢就是要请老师呢稍微讲一下，老师那个汆烫会要很久吗？需要一下的时间。OK， 对，那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所谓的高丽菜干。高丽菜干其实苋菜的部分，大家都常这个见到，但是可能就是拿来以为是萝卜干啊，拿来炒啊。但是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是把苋菜一叶叶的，然后把它剥下来之后，就撒盐。那有点像我们要做泡菜的这种感觉，但是一样，像我们可能在小时候，可能3个月呢，就会铺在地上，去把它做这个晒干，再去一页去撒盐。在国外的观众朋友，因为不管是纽西兰啦、美国、加拿大或欧洲哦，天气都比较干燥哦。那在这个天气好的时候呢，其实高丽菜干1天就可以收了，对不对？对，其实它都很快，它就这样子把它。而且高丽菜干有非常非常特殊的这个味道，我超喜欢的。哇，真的很香高丽菜。它其实这个很香，那它煮起来之后，我们等一下把它放到汤里面去炖煮的时候，它会很自然的这个甘甜，对，很自然的甘甜。好，所以呢，如果没有高丽菜干呢，老师说不用担心哦。刚刚他已经教大家了，就是说，你就是撒一点盐巴，然后让它搓一搓之后，就摆在阳光下，自然的去摊在阳光下，让自然曝晒，再收起来，然后放在罐子里面封存起来，其实可以摆蛮久的。对，那里面其实就像我们家在压这个福菜啊，这些部分的方式，可以找一个这个玻璃罐。我们如果像菜干晒好之后，可以找一个这个玻璃罐，然后把它挤，然后最后要拿的时候呢，哇，很难拿，对不对？我们以前在乡下就会用那个铁丝啊，然后去把它勾出来，然后只像这个钓鱼的感觉，把它勾出来，对。好，那我准备这个姜啊、这些都把它准备好。那等一下我们这个鸡肉的部分是，那我们这边有准备了这个高汤，对，是高汤都准备好了。那我们也要把这个鸡肉的部分是，把它捞起来。好，鸡肉的部分先把它捞起来之后，准备要把它放到汤里面去。那我们刚刚有切好的这个姜片啊、蒜头。都可以把它先放到我们的高汤里面去。还有我们刚才切的这个高丽菜干，也会把它放下去。如果说你真的也不想自己做高丽菜干啦，然后也买不到的话呢，也可以用这个萝卜干，对不对？对，是可以用萝卜干。像这个料理还有一道也是很常见的这个菜脯鸡啊，也是可以啊，或是福菜鸡也是可以。我们就是用一些腌制的这个菜品来去做炖汤，让它的汤头会很甘甜。那我们就是把它盖锅，
让它慢慢的去这个炖煮，然后最后配一些调味料啊等等的部分就完成了。鸡汤也快完成了，最后我们就搭配一些这个米酒的部分，让它增加这个风味。还有一点点少许的这个胡椒粉，好，胡椒粉的部分。然后少量的这盐的部分去做调味。那应大家在调味盐的部分的话，也要先稍微测试一下，因为我们高丽菜干的部分咸度也蛮高的，所以我们在调盐的部分要少量去斟酌。所以最好是呢，在调盐巴之前呢，先喝一下哦，因为你不管是自己腌的、别人腌的这个高丽菜干的咸度真的是都不一样，对，每个都会不一样。然后你在洗的过程里面不一定会把盐分全部都洗掉哦，所以说，等它整个味道都释放出来之后，你再去酌量的加这个盐巴哈，是最保险的。高丽菜干的部分它都煮开了，它的味道就会释放出来了。那我们这个鸡汤的部分也完成了。老师，你给我一点汤好不好？好，汤就好，因为我实在是很好奇哦。我通常都是用菜脯锅啊。高丽菜干会很甜哦，好香哦，很甘甜的那个味道。哇，真的很好喝耶，老师。所以我们像熬煮出来的这个汤头的话，它也很澄清，它就是对，别那柔柔，对不对？不会这样浊浊的。而且老师很可爱哦，一般我们汤不是都会用碗公来装盘嘛，老师居然用这种好像装意大利面的哈。对，它是一个稍微有深度的这个盘子，也让它呈现之后这个让大家看起来有这个高丽菜干可以比较凸显出来。哦，我觉得。然后我们今天这个高丽菜的这个乌骨鸡呢，是用这个盘子来装哦，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同样的料理用不同的这个对，而且你看还要这样子把它这样子一个层次的堆叠起来哦。其实这个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法式料理的这个呈现的感觉。哇，太漂亮了！居然我们的客家料理可以用这种呈现方式哦，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哦。我希望观众朋友呢，在看了我们今天呢这个卢老师的这个分享之后呢，会爱上呢台湾的这个客家料理。我们也希望呢，客家文化很多很美好的这一些部分，比如说很勤劳、很勤俭，这样子的一个美德呢，可以让整个社会呢都浸染了这样子一个美好的这个文化气息哦。从饮食里面去生根，我们的一些很美好的部分呢，很好的这个传统，我们真的很感谢老师哦，在百忙之中，也希望呢你到国外去的时候，把我们的这个美味呢跟全球的观众朋友一起分享，然后呢把台湾介绍给全球的这个喜欢美食的朋友。台湾不是只有美食，也有非常好的这个文化，当然人情味对也很浓厚啊。那我们真的很欢迎大家呢，有空的话呢，一样锁定新唐人电视台《厨娘香 Q 秀》，有机会的话也到老师的餐厅去捧场哦。欢迎。OK， 谢谢你。然后老师，我们有空一定要再来上我们的节目喽。好，没问题，谢谢。好，我们下次见。